幻想我的海洋造礁计划是社区大学大型校区土空间用作完成以后第一档的开放展览，连接台南社区大学海滩废弃物16档的监测行动，邀请台北的创作者黄淑珍来驻校创作，利用回收的毛线加日常生活回收物品，用编织加针线创作出想象的珊瑚礁的色彩加样态。校园就是开放的美术馆，是我们台南社大一直以来进驻校园空间很想推广的事情。那刚好我们因为海滩废弃物监测16年的行动，连结跟认识到黄淑珍创作者。那淑珍创作者他是他是善用编织，然后回收的毛线，然后去创作珊瑚礁岩生态。那他的珊瑚礁岩生态都是他自己亲自潜水带回来的亲眼的美丽，然后再转化成幻想的海洋。好，那也因为这样的一个我们关心海洋，然后也认识这样很棒的优秀创作者，所以就邀请他从11月到12月6天，2个阶段的驻校。那这6天的驻校呢，就带领了社大师生民众近30人次，我们一起完成。我很乐意来参与这样的一个工作计划，因为其实像珊瑚造礁这个部分，我们是用大家比较容易见到的一个素材，就是毛线。那透过这个毛线的创作，原则上我是觉得它等于就是可以打破同温层，可以让另外一层就是比较少去接触海洋或者是跟环境有关的一些相关议题的人，他们会透过这些创作品来开始接触到海洋生物的这个部分，甚至是因为看到创作品，他想要去了解更多海洋的事情。那也希望透过这样的连结，也可以连结到就是社大这一边，他们跟海洋废弃的这个长期追踪跟调查的部分，也能够吸引更多民众一起来参与。创作者黄淑珍对11月23到12月13分2阶段，总共6个工作日来驻校，带领社区大学的学员甲志工，总共创作出各种的海洋生物，有水母、海马加章鱼等。营造美丽的珊瑚礁岩的生态，让整个走廊的空间充满海洋的意象。这项的展览从今日起将持续等到明年的3月，欢迎有兴趣的民众会用踴跃前往参观。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